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我爱你，就像山里的雪。送上的呢，就是自己的一首新的主打歌曲《爱琴海》。这首歌呢，也希望能够代表央金的心情，代表央金对所有失踪各族朋友的祝福，身体健康，谢谢你们。大海流淌一湾情丝，流进了高原，不再离去。像一方无在的帐篷，汇聚的岛屿让雪花编织的美丽回到了